松退了从哪个啊？无安怎改呐？可比就松哪紧啊？靠少了才呐？刚才你谈到的是印尼传统歌谣之一的散购词，散购词绕印尼传统的罗散购，好摸强用散购词，好有节谱啊，从起来好唱，比较轻快。今日印尼来强下来用乌克丽来唱印尼的散购词哦。那我们在练习这首歌之前呢，先做一些暖手运动。这个东西呢叫做爬格子。多做这个运动，我们手指比较不会受伤。那首先呢，我们从左手来，我们的大拇指顶着我们的琴颈，在琴颈的部分呢，以它作为一个支点来移动我们其他的手指哦。好，那接着是我们右手的手指，大拇指，我们今天用一指神功，用我们大拇指来弹拨所有的弦。记得弹拨的地方呢，大概靠近身体，大拇指这个地方大概1/3的地方来弹拨。好，那接着呢，看到我们的琴颈这个地方上面有琴格哦，这个东西叫做琴眼。那每一个格子我们叫做琴格，这里是第一格、第二格、第三格、第四格。好，那接着我们就来爬格子哦。首先用我们的食指来弹拨第一弦第一格，用中指弹拨我们的第一弦第二格，接着用我们的无名指弹拨第一弦的第三格。再来就是第一弦的第四格，用我们的小拇指，好，依序来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。好，第二弦一样，从第一格爬到第四格，1、2、3、4。第三弦从第一格爬到第四格，1、2、3、4。第四弦从第一格爬到第四格。这样的动作呢，我们反复多做几次，手指才不会受伤哦。那接着我们就赶快一起来练习今天的这首歌曲吧。手柄好少暖以后哦，你是来学习基本语而用到的和弦，今天要用到的和弦。今天我们教这首散购词哦，散购词其实有3个音组成，是拉哆咪，3个音就是我们的 A 麦和弦咯。那在乌克丽丽里面 ，A 麦和弦其实是蛮简单按的和弦，怎么说呢？来，我们再看一次，复习一下，大拇指顶在琴颈后面。然后呢，我们的右手扶着我们的乌克丽丽，好，一样用我们的大拇指，右手的大拇指从上往下拨，上往下拨。我们今天还是用非常简单的弹奏方法来弹这首散购词。那 A 麦和弦呢，它的重点只有一个，就是你的中指，哎，不好意思比中指这只哈，中指，然后呢，按着我们的第4弦第2格。第4弦第2格这边，好，然后我们从右手呢从上面往下拨，然后有个哀怨的感觉，爱颂的感觉哦。好，这是我们拉哆咪。那我们来唱我们散购词，散购词的变化其实可以很多。散购词就是一个有节奏，要有一个节奏感。那我们用简单的方法，就一拍一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用什么歌词呢？我们就用。松台冲果无按改，可比上紧靠手菜。好，这个歌词我们来唱一次我们的散购词。那前面呢，我们铺成一些前奏，都是 A 麦，右手保持一定的节奏。松台了冲哪个啊？无按怎改？可比就送啊紧啊，靠少了才能。好，我们这个是很流畅的唱下来，右手都是不变哦，维持这个流畅度，维持这个流畅感。那你看它是不变的，就是继续，我们就慢慢的唱，稳稳的唱。好，那起头
阿叔、阿爸、阿妹啊，从三扣子切腿不应该从的很好吼。不过呢，我们就慢慢的让这个乐器来辅助我们的歌声，我们再慢慢的来唱一次哦。松台了冲哪来呀？哦，慢慢的在右手一拍一拍的来拨，哦，松台了冲哪个啊？哦，下一句就。莫安诺归那，好，顺着下来哦。可比哦2下，松那2下哦。可比就松那，好紧上筋哦，松紧松紧，松那紧那。后面3个字哦，很磅礴，考秀才，考秀才啊，用大声的唱，考秀了才呐。在后背欠上的位所是狂一六用半欠用半宠啊，就慢慢的把这首歌稳稳的，然后来把它唱完。其实3个只是这样子，就有节奏的来唱。当然你可以在右手呢做更多的变化，比如说像你可以用雷鬼的节奏啊。松台了冲啊歌啊，无按了改那。我们只要加入右手的变化呢，就可以让这个扇钩子它听起来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。所以呢，其实这个扇钩子哦，我们只要右手呢加一些东西，它的感觉会千变万化。好，今天 Andy 的扇钩子是到到这里，我们乌克丽丽弹唱教室下摆长累了哦。